第20章。亂定之後，保羅請門徒嚟勸導佢哋，就辭別起行，去到馬其頓嗰度去啦。走遍咗嗰一帶嘅地方，用好多嘅說話勸勉門徒，然後嚟到咗希臘。佢喺嗰度住咗3個月，將要坐船往敘利亞嗰度去。猶太人設計要害佢，佢就定意從馬其頓嗰度返去。同佢到亞西亞去嘅有比利亞人畢羅斯嘅兒子索巴特、帖撒羅尼迦人阿里達古同西公都，仲有特比人該猶並提摩太，又有亞細亞人推基古同特羅菲摩。呢啲人先走，喺特羅亞等候我哋。過咗除酵嘅日子，我哋從腓立比開船，5日就到咗特羅亞，同佢哋相會，喺嗰度住咗7日。7日嘅第1日，我哋聚會擘餅嘅時候，保羅因為第2日要起行，就同佢哋講論，直到講到半夜。我哋聚會喺嗰一座嘅樓房上，有好一啲嘅燈燭，有一個少年人，個名叫做猶推古，坐咗喺窗台上，困倦沉睡。保羅講咗好多個鐘頭，少年人熟睡咗啦，就從3層樓上邊跌咗落去，扶佢起嚟，已經死咗啦。保羅落去伏喺佢嘅身上邊，抱住佢，話：你哋唔好發慌，佢嘅靈魂仲喺身上。保羅又上去擘餅食咗，談論咗好耐，直到天光，咁樣先至走咗。有人將嗰個童子活活嘅帶咗返嚟，得到安慰嘅唔少。我哋先上船開往亞朔嗰度去，而是要喺嗰度接保羅，因為佢係咁樣安排嘅。佢自己打算要步行。佢既喺亞朔同我哋相會咗，我哋就接佢上船，嚟到咗米推利尼。從嗰度開始，第2日到咗基亞嘅對面，又第2日喺撒摩靠岸，又第2日嚟到咗米利都。那因為保羅早已經定意要越過以弗所，免得喺亞西亞耽延，佢急忙前走，巴不得喺5旬節能趕到去耶路撒冷。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嗰度去，請教會嘅長老嚟。佢哋嚟咗，保羅就話：你哋知道，自從我到亞西亞嘅日子以嚟，喺你哋中間始終為人係點樣，服侍主，凡事謙卑，眼中流淚，又因為猶太人嘅謀害，經歷試煉。你哋亦都知道，凡與你哋有益嘅，我都冇一樣避諱唔講嘅，或者喺眾人面前，或者喺各人屋企裏面，我都教導你哋，又對猶太人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穌基督。而家我往耶路撒冷嗰度去，心裏迫切，唔知道喺嗰度要遇見啲乜嘢事，但知道聖靈喺各城裏邊向我指證，講有一個捆鎖同患難等緊我，我卻唔以性命為念，亦都唔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嘅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嘅職事，證明神恩惠嘅福音。我素來喺你哋中間往來，傳講神嘅道。如今我知道，你哋以後都唔能夠再見到我嘅面啦。所以我今日向你哋證明，你哋中間無論邊個死亡，罪都唔喺我身上，因為神嘅旨意
我並冇一樣秘諱唔傳俾你哋嘅。聖靈立你哋作全群嘅監督，你哋就當為自己謹慎，亦都為全群謹慎，牧養神嘅教會，就係佢用自己嘅血所買翻嚟。我知道我去咗之後，必有兇暴嘅豺狼進入你哋中間，不愛惜羊群。就係你哋中間，亦都有人起嚟講悖謬嘅話，要引誘門徒跟從佢哋。所以你哋應當警醒，紀念我3年咁耐，晝夜不住嘅流淚，勸誡你哋各人。而家我將你哋交託神同佢恩惠嘅道，呢個道能夠建立你哋，叫你哋同一切成聖嘅人同得基業。我未曾貪圖一個人嘅金銀衣服，我呢2隻手經常供給我同我同人嘅需用，呢個係你哋自己知道嘅。我凡事俾你哋做咗榜樣，叫你哋知道應當咁樣勞苦，扶助軟弱嘅人，又當紀念主耶穌嘅話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保羅講咗呢啲嘅說話，就跪低同眾人禱告，眾人痛哭，抱住保羅嘅頸項，同佢親嘴。叫佢哋最傷心嘅就係佢話以後唔能夠再見到我嘅面嘅嗰句說話，於是送佢哋上船去啦。